念你，细心跟我意。你们不谦卑心，你们听你。我心不离。
都正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阮捌看见伊的阳光，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。即是请咱大家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第69首，圣诗第69首，请来忠心信徒。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这时，请咱游园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咱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岛任内受苦。建12个死埋葬罗因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地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用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启用的是启用文41
启文40页，伫圣诗的后面1073页，也就是以赛亚9章。这时，请咱三角来启用。行伫黑暗中的人，已经看见大光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亲像得收割的欢喜，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。讲断因肩头的棍，村落者的军话，过着废的军服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伊要负担国政，显明的导师。永在天边，伊的主权无强，伊要做大笔的宝座，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万军的统帅，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这时，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的主啊，阮敬拜阿罗你，你是圣洁、公义的上帝。无圣洁的人袂会看见你的面，照着定着，人人拢会有一死。死后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，这审判的结果。就是永远的沉沦。总是你是慈爱怜悯的上帝，你为阮避免了救阮，救一切信你的人无地灭亡，要得到永远活。感谢上帝差派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，为着听降生伫世间，基督耶稣的受死，为世间人的罪。有了解决，基督耶稣的国话为人带来盼望，因为主耶稣的道成肉体，互人会通离开死亡，进入永远活。因为主耶稣伫十字架顶受死，互阮才会通甲上帝亲近。因为你的阳光国话，阮才会通得到得胜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名称作以马内利，因为主耶稣要甲阮同在，佮要将人对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你的名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万王的王，是万主的主。阮的主啊，伫世间人在庆祝主耶稣降生普天同庆，总是要有侪人放纵饮食、狂欢舞会，失去圣诞节真正的意义，一尽追求肉体的享受。恳求主怜悯，赦免因，也赦免阮的无知。恳求主耶稣开启阮正人的目睭，互阮拢会通真实。认捌主耶稣是和平的人君，赐平安的主。阮的主啊，伫世间有苦难，总是伫你内面有平安。今日的世界充满冲突、暴力，阮为着战争之下受到大痛苦，丧失至亲的人，失去平安的百姓，主恳求，恳求主耶稣出世。所带来平安，也会将临到因的当中，互战争煞和平临到。特别伫即次要选总统甲立委，求主圣神带领，互阮会用和谐、
公平公义的心，消除各种党派中间的利益、甲怨恨、甲相对立的野心，来选出青年，搁认真拍拼，搁肯为人民生活幸福、社会和谐进步，为国家的安定、利益、人民的人来当选，互台湾这块土地得到全然的救赎甲出路。今日下晡，阮也要开讲即会，求主圣神甲阮同在，来讨论教会明年的事工，也恳求主赐下同心合一的灵，伫种植同工中间，互阮会当以无相款的温数，彼此配合来完成事工。伫生活中不断学习，彼此相听，彼此接纳，彼此鼓励，彼此成全。伫家己的工作中、单位中尽忠尽职，各尽其职，来带领建造领主旨意的教会。伫这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日子，今早起阮欢喜同庆庆祝，愿施阮的主耶稣所带来的平安欢喜、愿望，拢甲阮三甲同在。亲爱的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真实敬畏来敬拜你。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阮也用着感谢的心来感谢主。感谢你为阮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感谢你为成全阮、救阮的愿望，阮一切的上赞、荣光、尊崇、权能、能力，拢归乎主耶稣基督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来恭听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路加福音。哦，赞。下面要搁请圣歌队来赞美。
咱感谢圣乐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敬拜上帝。这时，咱要来看咱的迄个上帝话。上帝话今日要读的经节是《新约路加福音》2章第1节到14节。《新约路加福音》第2章第1节到14节，这是我来读。当迄时，该撒亚古士多有出席，命令天下拢做加价。这头一摆的加价是古里长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做的，众人去做加价，逐人倒去本城。约瑟的细岁属伫大庇的家，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城顶，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大，到大庇的城，名叫伯利恒的，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加价。迄时，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伫生产的时到，就生头上囝，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容阮因。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。棉是手肩顾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为雷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第10节，天使甲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日伫大别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。就是主基督，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，即个就是互恁的记号。忽然有侪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，学老上帝讲，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以上信息，愿圣神甲伊所竞选的儿女同在。下面讲到今日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应允得到成全，请牧师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真欢喜咱会当做伙来庆祝圣诞节。伫昨暗暝，一个娘长老教咱大家就是讲圣诞恭喜咱就爱回应啥物？耶稣听你所以咱搁一遍搁练习一遍圣诞恭喜，耶稣听你。伫咱今仔日圣诞节的信息以前，咱先做伙昂头来祈祷。大权能的主上帝，阮用感恩的心来自责，因为你的恩典是遮尔大，阮也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。但是主啊，阮
智慧有限，阮也是有欠缺、无完全的人，阮需要主你的圣神的带领，互阮会当听见你讲话。所以恳求上帝，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，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无论讲的人，也是听的，都会当平平得到你的话来亲自来改变阮，来造就阮，互阮信心会当哪坚固，互阮捌主你哪来哪深。阮将阮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印刷。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互弟兄兄姐，当你看到一个红婴仔来出世，你会有啥物感受？哦，相片内底即个红婴仔即马14岁，哦，我嘛毋知影为虾米哦，迄边就拄好有即个机会通翕即个相。会记起迄束蓝色的迄个手术服，即成佫有囥伫厝里，但是14冬以来搬厝，毋知几若遍啦，所以毋知影即马囥伫倒位。但是我会记起迄束衫，佫有伫个啦，顶面佫有两个，迄个算做讲迄3房的迄个工作人员嘛真真贴心啦佫一个脚印，你知影？咱做迄个，毋是迄个出事了后，会有病院有迄个有一个记录，会有迄个新生儿的脚印，我会记有印伫顶面。有啦所以即书佫有伫个，但是毋知影为虾米生第2、生第3就无即个机会。我毋知影为啥迄边有迄个机会，会当伫边仔看。那是护士翻译的呀，护士帮我们照的。迄边因为迄紧急的手术啦，所以迄边实际上嘛紧张讲叫人叫入去内底，就看迄注射啦，就感觉迄当时是真紧张。但是到底你看到红婴仔出世，你有啥物感受？有的人看到红婴仔出世，会感受到这是生命的新者。安尼忽然中间生一个红婴仔出来，软软安尼活跳跳，伫遐哭安尼。有人看到红婴仔出世，是感觉这是生命的一个潜力，遮细汉，然后咧无几冬就变啊足大汉，抱拢抱袂起来。但是伫2000多年前，耶稣降生的迄个暗暝，对伫遐的组织。伫伯利恒受到天使引带来到马槽来迎接圣囝耶稣出世的遮个人来讲，遮个顾样的人，遮个伫野外伫遐大个人来讲，即个红婴仔的出世，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应允得到成全。上帝的应允得到成全。当然，咱活伫现代的社会，咱会感觉讲，人的约束、人的应允，无算啥物啦。反正讲，咱听听就好，参考就好。讲的话，敢会真实来实现，这煞变做无啥重要。人的约束。感觉无啥有价值，人所答应的代志根本无重要，听听就好。只是讲，咱即马接近选举，无到1个月，咱就看到讲真侪政客提出根本就未实现的应允。咱拢知影，迄根本就是选举讲好耍尔，迄无可能实践嘛。迄根本是伫遐分家规嘛。所以这前几档的迄个三立台湾台的迄个本土剧，就有即个梗玩这个梗啊发大财你要做病院的董事，你有啥物你有啥物即个对伫病院未来有啥物看法？伊讲发大财。
啊，你要安怎做发大财？吼，啊，就迄个吼，即个高雄即个市议会出名的这个翻白眼哦，的动作，哦，当然我讲的是本土剧啦，吼，无关政治的本土剧，好，发大财。人的约束就先无重要啊，人所答应的代志，答应讲的遮个话，无啥物价值啊。甚至咧，你讲到国家甲国家的约束，国际条约，咱看到最近这几十冬以来，最近这20外冬以来，香港变做啥物形？香港的即个真悲惨的教训，咱会当知影，连国家甲国家正式的合约，当时讲50年无变，50年不变，结果咧，没有25年，一半拢无够，全都变了。吼，所以即马香港人真侪拢移民来台湾，咱敢知影？吼，真侪餐饮业，吼。啊，讲广东话、腔话，你问一个，都香港人。啊，有诶较少年诶，甚至你，吼，你爱问，伊主动讲，你才知影伊是香港人。其实，吼，香港诶移民，不止移民台湾、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欧洲，足侪香港诶移民，因拢挡袂牢啊。因拢知影，国家甲国家诶合约所约束诶代志。所答应的代志，连即款正式签名，用国家来做保证的话，的应允，拢无价值。落兄弟，所以咱想着咱家己，咱做人父母的，咱做别人长辈的。咱做时代的，咱兼有用即个家己当做正当的理由，来将咱甲咱晚辈、咱的囝儿、孙约束的代志，咱事后讲无啦，无准算啦，迄当阵讲是安尼啦，即马是安尼啦，情形无共款啦。咱以前敢捌做过即款的代志，真侪。做人时代的，吼，做人长辈拢捌安尼，吼，拢捌安尼。好，考试考好哦，我就给你买什么东西。洗稿嘞，你讲啊，我说的考试考好，不是只有90分啊，要100分啊。啊，伊真正考100分，你会讲啥物？可是你最近很不乖，所以咱拢会找真侪理由，事后当作毋知，还是。咱找真侪理由，将咱所答应的代志事后来改变，翻脸不认账。但是实际上，咱知影人对人会安尼，常常会致到讲伤害着彼此的信任关系，也互家己的信用甲声誉，互人感觉怀疑。吼，所以咱。面对着人的约束、人的应允，咱会感觉讲好亲像讲听就好，这是人。但是咱家己咧，咱嘛莫吼。咱既然咱拢知影，当咱讲看着讲啥物人、啥物政治人物乱开空头支票，咱心中偷笑，咱讲啊听就好。但是咱家己咧。吼，咱爱吼，咱嘛对伫即项代志，咱爱家己来反省，吼，咱家己来反省。咱敢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还是一言既出，死马难追？马都死了，还追什么？落去下这，但是上帝的应允毋是安尼，圣囝耶稣的出世，代表着天父上帝伊。照着伊所应允的来实践。圣经记载，上帝伫耶稣降生前的1000年，就应允大卫王，讲大卫
的后裔要永远做王来掌管，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做王掌管，这是上帝的应允。然后伫以色列亡国以后，上帝也透过先知应允讲要将一位弥赛亚来收束予伊的百姓。弥赛亚就是受设立来领导百姓的一个拯救者。所以以色列人伫因亡国以后，因四线，这就是犹太人。犹太人期待会有一个上帝设立的领导者来出世，然后来救因脱离这个压迫，互因无搁活伫苦难的中间。犹太人到今仔日犹原等待一个弥赛亚。不过，咱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咱就读到上帝的使者伫耶稣出世以前，也甲玛利亚讲上帝的囝，犹太人所期待的迄位弥赛亚，要对玛利亚来出世。这个应允就伫耶稣降世诞生出世的迄个暗暝来实现啦。耶稣降世的迄个暗暝，天使向伯利恒郊外伫遐大或者个各样的人来显现。天使甲因讲，因为今仔日伫大卫的城，为着你生了一个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当因看到马槽内底即个刚出世的耶稣，对伫遮个各样的人来讲，因亲目看到上帝应允成全啊！因知影上帝透过先知所讲，即个要收束因的即个弥赛亚已经出世啊！因也知影，伫大卫的城伯利恒出世一个大卫的后裔，是要做王的。上帝的应允实现啊！对伫玛利亚来讲，咱拄拄吟诗圣诞节的诗拢有讲，即个在色女对伫在色女来出世，这是一个新者。上帝安尼安排就是一个新者，这毋是靠人的。咱莫怀疑，这敢若上帝会当透过上帝的大气力会当发生的。所以对伫玛利亚来讲，上帝的应允也实现啊！你听这，上帝的应允成全，毋是干那发生伫圣经记载遮个古代，这毋是古早的代志。上帝持续伫咱生命的中间，互伊的应允来成全。圣囝耶稣，咱看到新约圣经内底，圣囝耶稣应允咱会当有一个新的心，并且伊应允咱会当甲上帝有一个全新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就是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。这个新的关系就是以马内利的关系。就是咱伫即个时阵、即个所在，咱有上帝甲咱做伙伫咧。耶稣也应允讲，上帝的百姓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咱基督徒，咱倚靠主耶稣基督，咱会当心灵有自由的机会，
只要你愿意谦卑家己来跟对耶稣，咱会当得到心灵的自由。咱无搁活伫过去的失错的中间，咱无搁活伫检测你面对着是人甲人无健康的关系。毋是咱有主耶稣基督带领咱，互咱落算活伫一个人的别人的眼中，是一个无完美的环境的中间，咱悠然有心灵的自由。别人看咱是凄惨落魄，但是其实咱心中有平安甲欢喜。耶稣也应允要互咱有丰盛的性命。啥物叫做丰盛的性命？咱爱思考。有的人三顿拢食鲍鱼、鱼翅，但是咧过啊足艰苦，心中足忧闷。但是咧，有人三顿拢食粗俗的，食粗饱尔，但是心中有平安、有欢喜、有满足。倒一款是丰盛的性命，咱爱来思考，咱爱来思考，啥物叫做丰盛的性命？常常你去高级餐厅，你外口看，有诶迄个夫妻伫遐食饭，但你看因食饭起来，看因无啥欢喜咧，就算是高级餐厅，一个人几千箍一顿，但是看因食饭起来，无咧讲话，随人食家己。面无笑容，你去路边摊仔看，有的人专家伫遐食饭，食迄个食一顿可能100箍会当有走的铜板价，但是食啊足快乐。啥物叫做丰盛的性命？我想咱拢会选迄款，就算粗茶淡饭食粗饱，悠然有平安欢喜迄款，咱会感觉迄较是丰盛的性命。咱真少来看新约圣经所讲丰盛的性命，你就知影，这是牧师句的例。路边摊仔食啊足欢喜，咱初伫遐谈恋爱的时阵，食粗俗嘛足欢喜，对无？但是咧，你若两个人伫遐冤家无欢喜，就算带去食一顿几千箍，我想你也无迄款初恋的甜蜜。过来，主耶稣也应允咱，要用迄款永远无改变、迄款无条件的慈悲疼痛来疼咱。所以常常牧师拢提醒咱，上帝疼世间人，上帝毋是干那疼好人，上帝毋是干那疼好野人，上帝是疼世间人。所以，就算讲你伫别人的眼中，可能你毋是迄款个白富美、高帅富，但是上帝悠然疼咱。主耶稣也应允咱，伫咱身躯心灵背重担、劳苦的时阵，伊要互咱。靠着伊亲近伊来得到安息，所以就算咱活伫无闲的中间，咱伫遐拍拼、真辛苦的中间，主耶稣互咱会当得到变正的机会。所以，伫2023年要过去的这个年底，咱回顾咱所行过去的一冬2023年，毋知影咱敢有经验到上帝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所成全的遮个事。各位兄弟，伫圣诞节，咱是庆祝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来降世。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，互上帝所应允，要互咱的慈悲疼痛甲恩典会当成全。
咱庆祝2000多年前，咱的救主弥赛亚来到世间，互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搁一遍来好好，互咱灵魂来得到救。咱也是庆祝上帝的应允，透过伊道成肉体，成做人主耶稣降世，来成全伊的应允。上帝应允咱，咱有一个丰盛新的生命。上帝也透过主耶稣降世，互咱知影上帝所应允的是真实。伊会照伊的应允来成全，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真正感谢你，感谢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成做耶稣，透过主耶稣，互阮的灵魂会当得到更新，互阮甲主你的关系也会当重新来搁好，互阮重新恢复上帝你所疼囝儿查某囝的身份。所以主啊，恳求上帝你手持圣神活活伫阮的中间来做工，互阮所行照主你的教示。互阮所做一切，就亲像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透过圣囝耶稣所行的一切，阮会当用主你的疼彼此相疼，彼此相关怀，彼此相扶持。阮也会当来看顾、关心阮身躯边的人，也关心着即个社会。关心着台湾的未来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，也透过阮所讲所做，来做美好的工，互你的旨意，互你所应允世间人的，拢会当成全。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来甲咱三勉励，这是咱要来吟上，这是咱要来吟应答上帝的话。圣诗第55首，圣诗第55首，天使就听天使吟在吟讲，就听天使在吟讲，请咱起立来吟。Amen.
济。这是咱要来奉献，请唱名结束甲义节结束来书献。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咱大家献开手报。报告事项：第一，本主日为圣诞节赞美礼拜，咱礼拜中有圣歌队来献唱忧闷世间就快乐，甲受赎归属更新来两道的这个选曲。咱教会庆祝这个耶稣的诞生，有准备100份的迄个圣诞歌吼。咱这个圣诞歌每一份内底拢有2种的口味。会后请到后面吼，迄个招待座面顶来摕转去，参甲厝边亲朋好友来分享咱圣诞节的快乐。第二，今日主日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，请现任甲新任的中职来出席。第三，小会公告，12月17日小会议决，对2024年1月初1到2025年12月31日，就是讲前2年由我本人来担任本会第2长老，后2年就是2026年甲2027年，这2年由杨长老来担任第2长老。咱最主要就是讲要互来轮流来代表这个第2长老的时阵，用意就是要互咱这长老拢甲众会会当来较熟悉，较了解这个众会的伊的作业程序，安尼先吼。第四，若有探访需要，也是愿意开放徛家来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吼，请甲牧师甲也是教会中介来讲，咱来安排。第五，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来参与每礼拜拜5暗时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吼。咱即马要查经的要查的经文，共款为旧约的创世纪。第六，后主日的主日礼拜题目是丰盛的生命，经文甲圣诗的部分，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。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，
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:45分。咱早间祈祷会是拜五暗时7点半。咱插花是每个月的头一遍，拜六的早晡10点。咱伫个即个祈祷会读经的经节，咱嘛是甲阮无来参加的人会当踮咧厝的家己来研读。搁来顶周出席的人数甲奉献，咱请咱家己来看，若有毋对的，会当通来甲民兵执事还是小妹执事来更正吼。咱看即礼拜的圣港事奉吼，咱插花是娘长老，清扫是燕庆姐。咱后礼拜的讲道是姚牧师，诗会是民兵执事，诗琴是义节执事，领唱是宜阳执事吼。即个诗献是秋妹执事，甲济南执事，交代是小波姐甲苏长老，插花是江老师，清扫是小波姐。咱即摆来看咱正平下面的金句吼，是路加福音2章14节，哟，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。地上和平，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咱用台语来念2遍了，才搁用华语念1遍。就是请咱三甲来读来。伫极悬的为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，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伫极悬的为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，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；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路加福音2章14节。这是请咱大家做愿意，咱来互相请安，大家圣诞快乐！就是咱来念圣诗70首。圣诗70首，普天同庆，祝临世界。70首，普天同庆，祝临世界。请咱起立来念。
咱就爱伫圣诞节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，透过圣经耶稣出世伫世间，互咱的性命通得到更新，互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得到更好。咱就爱用即款新的关系，也来营造人甲人的关系，用听彼此相听，用上帝的听来听咱身躯边的人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